華旅遊太原內蒙古8天團 CTS B08， 今次旅程會乘坐大約2個半鐘頭飛機去到太原。第一個景點，我哋會參觀中國煤炭博物館。我國地大物博，天然資源當然非常豐富啦。呢一個煤炭博物館係全國煤炭行業歷史文物嘅收藏中心，仲係國家4A 級嘅旅遊景區。總共有7個展館同埋1個礦井，帶埋安全帽就可以入去參觀啦。落到嚟佔地面積3200平方米嘅模擬礦井，可以了解一下礦工嘅工作環境，好似古代煤行、地質隧道、運輸大行等等。所有見到嘅實物都係依據真實嘅礦洞一比一呈現喺大家眼前。睇見呢一啲高科技嘅設施，真係覺得中國嘅煤炭技術好犀利啊！五台山係佛教聖地，經歷代嘅修建，直到唐代，佛教建築規模更加大。成個五台山上面有大大小小唔同嘅寺院，形成真人以及信徒嘅朝拜聖地。咁大家又知唔知道，五台山並唔係一座山，而係坐落喺華北屋脊之上嘅山峰群，總面積有2837平方公里，高度有3058海拔咁高。一場嚟到，揀翻串佛鏈都好喎。而五台山當中，規模最大、歷史最悠久嘅寺院就係顯通寺啦。顯通寺嘅大雄寶殿係舉行佛教嘅活動主要場所，殿內供奉有釋迦牟尼、阿彌陀佛同藥師像嘅塑像。眼前見到有成萬尊佛像嘅銅殿，真係好犀利啊！佢係中國罕見嘅銅製文物，金光閃閃，真係好架勢噶。咁壯觀嘅建築，唔怪得知每一日有咁多僧侶同埋信眾嚟呢一度朝聖啦。喺懸崖峭壁上面居然可以興建一個咁壯觀嘅寺廟，呢一個就係建於北魏年間嘅懸空寺啦，完全體現出中國嘅精湛建築藝術，堪稱係世界奇觀啊！上到嚟懸空寺，可以感受到喺懸崖邊嘅震撼。如果大家想親臨懸空寺，就要把握時間啦，因為再過多1-2年，遊客就再冇得入懸空寺參觀噶啦。欣賞完懸空寺，依家就去山西另一個歷史古蹟雲岡石窟。山西嘅歷史古蹟可以話係中國之冠啦。雲岡石窟係中國3大石窟之一，入邊嘅雕像有5萬件，全部都已經有1500年歷史以上噶啦。今晚我哋入住嘅酒店係王府至尊大酒店，房間寬敞舒適，設備齊全，浴室仲有浴缸俾大家浸泡泡浴，好 relax 噶。我愛內蒙古。嚟到內蒙古呢度嘅少女會話我哋奉上一個羊奶酒。咁飲之前呢，只要敬天、敬地，再敬自己，咁就可以飲噶啦。好啦，大家這邊喝下夏娃酒。飲完酒就去騎馬，會唔會俾差人話我醉駕㗎？敖包喺蒙古語係山崗嘅意思，亦都係游牧民族喺戶外草原嘅神廟。每年嘅秋季佢哋都會舉行隆重嘅祭敖包儀式㗎。蒙古人天生係騎馬高手，佢哋仲可以一邊騎馬一邊做出各種高難度嘅動作，果然有成吉思汗騎馬嘅風範啊！睇完騎馬表演，千祈唔好錯過高大威猛嘅摔跤真人 show， 我都識得幾下散手㗎，哈！以前蒙古游牧民族住嘅地方呢，就係眼前見到嘅呢一啲蒙古包，而家呢一啲蒙古包呢，設備都好齊全㗎，快啲跟我嚟睇下啦！呢一間呢，就係戰車型嘅蒙古包，每一個蒙古包呢，都係獨立嘅雙人房，保證2人入住。嚟到浴室呢一度呢，亦都有冷熱水供應㗎，仲好似酒店咁樣，連沖涼液、洗頭水都有㗎。響沙灣係中國3大響沙沙漠之一。喺2009年更加被國家旅遊局評定為5A 級嘅旅遊風景區。嚟到呢一個沙漠，大家可以騎下駱駝同埋玩滑沙，體驗一下沙漠嘅風情㗎。嚟到一望無際嘅黃土沙漠，大家要坐穩車啦。
駱駝有分單峰駱駝同埋雙峰駱駝，而生活喺中國內蒙古嘅駱駝主要係雙峰駱駝。依家出發啦！騎完駱駝，依家就坐沙漠四驅車，喺浩瀚嘅沙漠揸四驅車，真係前所未有咁刺激啊！而另一樣喺響沙灣必玩嘅活動就係滑沙啦，喺10層樓高嘅沙丘瀡落嚟，真係好正啊！鄂爾多斯婚禮啊，係內蒙古最傳統嘅結婚儀式。而喺響沙灣呢一度啊，大家可以睇到啊，集文化、歌舞於一身嘅婚宴表演㗎。依家跟我嚟啦！喺沙漠玩咗成日都幾攰㗎。今晚我哋會入住內蒙古錦江國際大酒店，房間設計寬敞舒適，配套設備一應俱全。早餐提供多國美食，僅有一款啱你胃口㗎。超軍出塞呢一個故事啊，相信大家一啲都唔會感到陌生。而呢一位中國嘅4大美人喺歷史上啊，對中國以及匈奴嘅文化交流有相當大嘅貢獻㗎。參觀完超軍墓，依家就去見識一下內蒙古民族嘅大兆子。第7日，我哋會參觀中國草界嘅大阿哥東湖草原。山西人食飯可以話係無醋不歡。呢一間老字號已經有600年歷史，一直沿用古代嘅釀醋技術，曾經係朝廷貢品，依家更加係國家機關指定嘅專用醋，絕對稱得上係國醋啊！第8日，我哋就嚟到日升昌中國票號博物館。平遙有古代中國華爾街之稱，係古代規模最大嘅金融業中心。呢度仲有遊客嘅拍攝景點，同古銅扮相嘅古代人影返張相留為紀念。平遙縣衙建於北魏年間，縣衙係古代1級行政機關，喺封建社會實際上同時係司法機構。入到衙門，大家可以體驗一下明清之縣嘅審案流程。縣衙內仲會定時上演古裝劇。平遙大街建於明朝，呢一度有好多傳統嘅老字號商店，好似呢一間百年老店永隆號，專門製作推光漆器。呢一種民間藝術已經有1200幾年歷史。喺度除咗可以一睹繁複嘅製作過程之外，仲可以欣賞到各種嘅推光漆器。如果見到心頭好，仲可以買返屋企留念㗎。嚟到平遙大街，一定要食八寶石頭餅。佢係將雞蛋加入麵粉，再用燒紅咗嘅黑石春烘成餅，有甜、鹹、五香等等嘅多種口味選擇。當然，仲有牛肩肉同埋山藥呢一啲地道美食啦。之後就會坐2個半鐘頭飛機返香港。想玩盡山西內蒙古嘅旅遊景點，就快啲嚟美麗華旅遊報名啦！